新北市立的儒德国际学校初7带5年啊去台中的新社参加农会班的实农教育，煞那像食物中毒。高达有140个师生身体无爽快，其中4个人住病院。就连农会迄边，嘛有7、8个人有症头，怀疑是中昼便当出问题。台中市已经要求业者要暂时停业，甲检体送去化验，上紧2礼拜后会知影结果。囡仔欢喜体验手作课程，新北市立儒德国际学校小学部262个师生5月初7去台中新社进行农会举办的实农教育，而且用餐。不过，在这个活动结束了后，身体开始无爽快，就连迄天有参加活动的新社区农会总干事，身体嘛有各样。就是全身酸痛，然后稍微发烧，然后拉肚子这样。异状吃的时候都不觉得有异状哎。精神是还好，他这么因为是发烧啊、上吐下泻这样子。学校统计到5月初9，已经有140个师生吐甲流，其中4个学生还搁伫咧住院观察。农会嘛有7、8人员有症头。负责主办的新社区农会表示，师生迄天的实农教育有家己做吹软，有20个学生无参与这项活动，身体嘛有状况，怀疑问题毋是伫咧吹软，是厂商提供的产点。他很正是他亲自当场做、当场蒸，经过高温的蒸煮，所以它不是像餐盒是别人准备的，完全不是，因为它还有晚餐的问题，还有陆续有行程去摆铺装，是，所以说都是我的问题吗？其实说真，我对我有信心。农会表示讲，迄天分做2批出餐，用餐的时拢无各样，到底是倒一部分出问题，也该厘清。台中市食安处嘛派人去厂商作业的场所稽查，发现有缺失，已经要求业者复查合格进程，停止出餐。责令业者暂停作业及进行消毒，复查未合格前不得供餐。台中市食安处表示，检体已经送验，按算上紧2礼拜后有初步结果。若是验到病原菌，会使依照违反食安法处罚；若是甲人体验到同款的病原菌，会移送司法侦办。记者台中报道。